继续来看台北市大安区一间火锅店，有一个外号"火锅界的 Prada"， 讲卡着乌色风波，讲这个火锅店的地下室改建做包厢，但是疑似是违建。台北市建管处稽查煞无罚款的记录。台北地检署长搜索约谈了后，负责人以10万块来交保，建管处的前股长15万交保。他们有在吃料理的感觉。 非常厉害，就你吧？对，我去日本留学过。主持人台地馆伫咧节目带帮红伯恩食火锅，食甲真满足。店家新鲜的食材、用料澎湃拍手，伫咧火锅界有 Prada 之称，名声真旺。如今却遇到乌色的风波。 规身躯穿甲乌噜噜，挂喙暗，无碗饲鸡，无想要叫镜头翕到，只是火锅店姓林的负责人，昨叫北检约谈，发生过10万块交保。安那北市建管处姓贵的前股长涉嫌收人红包，发生过15万交保候团。这2年，因为他有一些家庭不睦的关系啦，因为长期我们都是被遭受到一些检举啊，就一些各局处都会来我们店里做稽查的部分。面对镜头替小弟发冤枉，强调是因为姓林负责人和太太有离异的纠纷，才挑过去互人检举。最近伫咧台北市大安区真有名的火锅店，计50公尺，搁开另外一间Sukiyaki，因为两间店的地下室改起做包厢，伫咧做，敢若是违建。建管处人员真侪摆稽查，煞无开发的记录，检调侵入追查，业者敢若包裹班乌西姓贵的前股长。 我们不认识楼下的部分是我们自己的产权，等案件结束都会一并跟各位媒体说明清楚。廉政署有来函，然后要一些资料，那我们已经会配合检疫那个司法单位的调查。 火锅界 Prada 除了是真侪家人网红爱食店，一般民众想要食到这一味，拢爱先提早注文。如今涉嫌甲人恶洗，姓林负责人嘛讲，伊和律师讨论过，才个对外说明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